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3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网贷，聊一聊这个网贷平台、互联网公司搞小额贷款这种事情。关于网贷咱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聊过很多次。今天我看到这个叫虎嗅 APP 上一篇文章，它介绍了网贷公司现在遭到大清洗。那网贷公司为什么遭到大清洗呢？这个跟9号新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聊一聊网贷这种现象。说近日一张关于9号新规冲击之下的互金，就是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助贷行业的裁员表格在网上广为流传。根据流传的信息什么数和科技裁员30%，马上消费技术团队从3000余人缩减至200人，来裁掉90%多。度小满大家知道吧，百度的裁员起步约10%，且有部分业务线暂停借款服务。奇富科技就是鼎鼎有名的曾经跟这个红衣大叔有密切关系，那现在据说没有关系这个咱也不清楚这个奇富科技裁员20%，这个可以说是春节以后返岗对吧？这些网贷公司的这些员工又一个惊天噩耗，很多人工作没了，岗位没了，班也上不成了。那是为什么呢？这个文章说以9号新规对行业的约束力来看，以上裁员恐怕还只是第一轮的结果，也就是大规模裁员还没来呢，前面只是开胃菜裁员只是行业洗牌表现，在资金方、流量方、融资中介共同构建的这条利益链条上，各类平台的经营能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资金锁紧、成本激增、盈利暴降的情况下，行业不仅正在经历加速分化，还可能要经历整体收缩。可以说绝大多数玩家基本告别了靠套路躺赢的时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搞贷款，连微博都搞贷款。有很多人在那个电商平台上也不知道买了个什么东西，就莫名其妙的就分期了，就白条了，就借了。归根结底，曾经以金融科技为名大规模扩张的类网贷业务，都只是在互联网经济达到高峰时的特殊产物。在没有硬科技支持的前提下，一旦监管套利的路洞被逐渐堵上，网贷业务并没有比传统贷款业务高级到哪里去，也就是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先进性，对吧？这个在硬科技这一块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无非就是可以接触到更多的银行不愿意接触的人群。有很多人他除了在银行办了一张工资卡，他这一辈子大概都不跟银行打什么交道当然也买房可能跟银行去打个交道，贷款，剩下的他不会跟银行有什么交道，有什么交集而这群人很容易被这些平台公司给触及到。你总得去对吧，什么拼多多、淘宝或者抖音上买东西吧，你买东西你本来是个交易，一手钱一手货，结果深深被他整成了一个贷款，到处都是坑所谓互金、消金、助贷业务兴起的时代背景其实都是同一个，就是互联网经济加货币宽松环境下，这个是大背景对吧？互联网的兴起，移动互联网、电商、直播、带货这些兴起，然后再叠加货币宽松，那这个钱总得找到出口吧。而靠传统的银行它没有办法触及更多的人，因为这个成本太高嘛。空转的资金需要找到出口，而刺激居民提前消费、信贷借贷消费无疑是很符合资本审美的事情。过去多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实质上的量化宽松政策，但传统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回报率下降，吸收不了这么多资金。与面向实体经济对公贷款相比，个人消费信贷具有小额分散高收益、风险相对可控的特点。尤其中国有征信体系这个约束在，大部分人并不会选择故意违约，于是将资金投向居民部门成了金融机构和各类资本的自然选择。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则是恰逢其时的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的2大关键问题，一是消费场景，二是可控客户。电商、外卖、网约车、线上旅游等创造了海量的高频的消费场景，让借钱消费变得无比
便捷，各种满减优惠、大促活动也会刺激用户，让原本只想买100元东西的人也可以买300元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啊，我就是点个外卖而已，但是莫名其妙的办了一笔贷款，这就是各种网贷平台这种玩的坑啊。大数据和算法则让平台能以极低的成本触达海量用户，特别是那些未被传统银行覆盖的长尾人群，并尝试进行风险定价。也就是说啊，我们传统的银行它的传统的手段呢，它很多用户他接触不到，一个是接触不到，第二个是即便能接触到，它成本高。这个就给这个互联网平台有了这种空间。有很多用户你不去银行，但你不玩抖音吗？你不网购吗？你不点外卖吗？你不买机票吗？这些跟银行没有任何关联的业务，最后都深深的被网贷平台深深的给你整成了金融业务。于是一个由多方参与、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就逐渐运转起来。拥有资金的一方与拥有场景和流量的一方合作，并通过引入风险分担方，在满足各自利益诉求的同时，共同为借款人提供服务。在这个利益链条上，越是主业陷入增长瓶颈的公司，越有通过助贷链条扩大金融业务规模的冲动。比如百度在2017年就面临搜索业务增长放缓，信息流业务变现效率不及预期，向移动互联网转型等迟缓问题，在资本市场眼中，百度的投资故事越来越难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百度对金融业务寄予厚望。2018年将百度金融正式拆分独立，取名度小满。此后，度小满开启了堪称全场景覆盖的疯狂营销策略，不仅冠名热门综艺电视剧，还在各类线上平台铺天盖地的投放广告，一不小心你就点进去办了一笔贷款。在这种烧钱模式下，度小满迅速扩张。2024年底，其在贷余额接近2600亿元，高居行业第4。与此同时，百度也成了公认被踢出新时代 BAT 里那个，大家还记得吧？10几年前，对吧？这个互联网叫大厂，简称 BAT，B 就是百度， A 就是阿里， T 就是腾讯，这是10几年前啊。现在你要在百度上班，勉强还可以叫大厂吧，但是你大不如从前了啊。不少中小银行对助贷业务也很积极，尤其是被不能异地增设网点这条监管红线逼出增长焦虑的情况下，与助贷平台合作，增加互联网贷款，成为了这些银行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增长的最有效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业务风险虽然一直存在，但只要个人借贷者最终承担的利率足够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都没算过啊。如果你要借过网贷的话，你要真的是借过什么分期付款，它那个年化利率啊30%以上，就是你要借了1万块钱，你一年你要还3000的利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小孩啊不懂事，在网上啊网贷平台，在那个什么各种平台贷款撸一遍，然后还不起怎么办？还不起的就拆东墙补西墙，对吧？从那个网贷平台再撸完这个还这边的，越撸越还，它窟窿越大，因为它那个利息就是30%啊。所以小孩啊，他刚开始就借了1万块，后来还了7、8万还没还完，就这么来的。我为什么对这个网贷平台我非常不感冒？我从做这个自媒体以来啊，我这前几个节目啊就是批评网贷的，我到现在还是这个态度。为什么呢？你说谁会借这些钱？恰恰是那些家庭不太富裕的小孩。家庭富裕的小孩，他父母给的钱多，他不用借啊，不管他是上大学还是对吧上中学，甚至毕业了上班，他也不用网贷。为什么呢？就家里有钱呢，给的零花钱足够。恰恰是那些啊家里条件不是太好，小镇做题家或者是小城市的，完了之后呢，但是他个人呢上学，他有喜欢攀比，有虚荣心，对吧？男孩子还抽点好烟，买名牌，女孩子对吧？那香水或者乱七八糟的就超前消费嘛，莫名其妙，或者是不知不觉带了个1万块或者8000，结果发现越还越多，越还越多，最后还个7、8万、10来万。他家庭条件本来就差，结果你说你不是给人挖坑吗？这些小孩的吧，自制力又差，他跟父母要钱，父母是会管得很死的，不可能给他借的。但是他通过 APP 这平台，那触手可及啊，随随便便就能借啊。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挖坑。最后呢，考虑到征信，也考虑到这个那个要毕业，所以这都是父母啊替他把这贷款给还了。
了。这些互联网贷款啊，打的都是小额贷款，什么叫惠民？普惠。你以为它的利息很低，你以为它是在帮你，实际上它是在坑你，它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我统计了一下，当然是我个人统计的啊，不全面。那些我认为最便宜的这个网贷公司啊，什么某贝啊、某借，它的年化的10%，这还算少的，算便宜的。年化18%的是普遍的啊。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啊，超过 LPR 那个4倍的都叫高利贷。所以这些啊，什么网贷公司妥妥的都是高利贷公司啊。这也是为什么啊9号新规出台，那就这个乱象不管已经不行了。所以说这个9号新规啊，掀起了一场新的监管风暴。9号新规最先冲击到的是中小银行这种资金方，因为规定要求银行总行必须建立集中管理制度，将合作机构纳入白名单，并动态披露，严禁与名单外的机构合作。同时，银行必须自主开展核心风控，不得外包、授信、审批等关键环节。无力满足风控要求的银行干脆选择放弃。例如，乌鲁木齐银行自2025年10月1日起就全面停止了各类互联网贷款业务，更多的中小银行则是大幅度缩减了合作机构的数量。虽然对某些银行来说，业务规模无法增长后面临的可能是被合并的压力，但这只是长远来看。短期来看，实力不足的金融科技公司才是真正面临着生死问题。新规要求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直接收取信息费，这意味着过去通过会员费、服务费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的操作被明令禁止，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我讲一种模式啊，这个只是互联网贷款的一种模式，但互联网贷款玩的花样特别多，反正都是坑。一种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它不是贷款方，它是中介，牵线搭桥的。比如你想借1万块，你直接去银行借不到，这个时候啊，你只要有这个需求，或者是平台向你推荐，你可以借8万、10万，不信你来试一下你的这个授信额度。好多人不信邪就试了一下，果然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在校大学生授信额度18万，真的这么干啊？好，18万，那有人说那我借一借看看，我借1万，好，他申请借1万，如果这个大学生啊，他去学校，他去银行借1万，银行不借的。我是举例子啊，这时候啊，这个互联网平台他把你这个业务啊介绍给某一家小银行，那小银行1分钟就把钱借给你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家互联网平台他做了担保，就这个学生如果不还钱呢，这1万块钱我来还，就是互联网平台我来还，我来负责，对吧？再去跟这个学生去追债，那银行就愿意，对不对？银行那我根本就不用担心啊，我给你借1万，你还不了，我跟这家互联网平台要，我跟比如说阿里要，我跟360要，你说这不就是对银行来说那是求之不得。这么好的事，那互联网平台赚什么钱呢？银行就说我给你点佣金吧，对吧？我这个利息收了多少，给你20%的佣金。这个学生啊，从银行贷到这1万块钱，实际上利息是很低的，银行给的利息不高啊，大家都知道，银行不可能说我给你放高利贷，放20%的年息，没有这样的，他一般放6%或者7%，这是银行规定的啊，这都是合法的。但是为什么到了学生这儿就高了呢？这中间互联网平台，他一要吃银行的佣金，二他要吃这个学生的手续费和其他的费用，担保费，各种费。所以这个学生本来从银行贷款是6个点的利息，到了最后他要付12个点、18个点的利息，这中间这个差价又是互联网平台赚走了。这就是互联网平台啊做网贷公司的这个原因啊，它是暴利。那有人就说了，那这个学生为什么银行不直接借给他呢？刚才说了嘛，银行它是第一个，它没法触及到这些学生；第二个，你学生跑去借1万，对银行来说，它的风控不好做，你学生到时候不还怎么办呢？这些都是问题啊。好了，那网贷公司这互联网平台凭什么就能风控呢？所以说你借钱的时候啊，这个互联网平台它是通过大数据对你进行的刻画，进行分析你的还款能力，对吧？你的信誉，实在不行，它要你的这个通讯录，你把通讯录交给互联网平台以后啊，你要到时候违约，你不还钱，他就给你7大姑8大姨，通讯录上挨个打电话啊，这就是平台干的事啊，这叫催收，给你老师打电话，给你同学打电话，你要不还你就社死。银行干不出这事，但是互联网平台干这事那是手拿把掐。当然互联网平台它也未必干这事啊，它可以到时候把这个业务又打包卖给第三方公司啊，叫催收公司。毕竟啊，违约的人是少数，对这些少数违约的人不好意思，互联网平台把你这个1000万债权，人家是3000万卖给一个第三方，第三方拿着名单挨个打电话催收，引起了很多悲剧啊，血案。这就是网贷公司这些互联网平台干的事啊。我们接着看这文章介绍啊，由于这个9号新规啊，导
导致这个网贷公司平台你从中收这个手续费就很难了，你只能吃银行给你的佣金，那佣金不会太多嘛，因为银行本来放出来利息就不高，所以它的暴利来自于这个什么会员费、评估费、这个费那个费。所以9号新规啊，把这些服务费、会员费变相提高利率的操作明令禁止以后啊，这个互联网平台利润空间就被大大的压缩。头部平台大多选择主动调整，以满足合规要求，将新增贷款中利率高于 24% 的比例压降至 10% 左右。只不过这种主动剥离部分高风险老客户的行为，很容易带来营收和利润的下降。比较典型的就是奇富科技和宜人智科两家公司在2025 Q3 都出现了典型的增收不增利现象。奇富科技营收增长了 19%， 利润却下滑了 21%， 宜人智科营收微微增长，净利润下滑 9%。 这就是9号新规啊，不允许你巧立名目收费，所以你看互联网平台这个净利润就大幅下滑。尤其对奇富科技这样典型的轻资本玩家来说啊，过去那种平台只能提供技术不承担信用风险的模式已难以为继，需要自己承担贷款风险的情况下，平台的放贷规模自然就不宜一味求高。所以2025年 Q3 季度，奇富科技在轻资本模式、智能信贷引擎 ICE 及全面技术解决方案下实现的贷款规模347亿元，较2024年同期453亿元大幅下滑 23%。 信野科技、小银科技、嘉银科技虽然在2025 Q3 实现了营收与盈利的同步增长，但贷款撮合交易增速也有所下滑。信野科技促成交易额达到512亿元，环比下降 5.2%， 小银科技放款336亿元，环比下降 14%。 总之都是在下降啊。更能体现9号新规对行业颠覆性案例的是数和科技。2020年1月，分众传媒发布公告，宣布以 7.9 亿元的对价清仓其所持数和科技 55% 的全部股份。为什么呢？那肯定是不看好了。这笔交易的评估基准日是2025年12月31日，数和科技这 55% 的股权账面价值为 29.44 亿元，但评估值仅为 7.82 亿元。这意味着资本市场认为数和科技的价值在短短几个月内跌去了近3/4，也就是你这玩意不值钱了啊！你这过去那个盈利模式玩不下去了。与此对应的是数和科技的业绩变量。2025年前3季度净利润 7.85 亿元，第4季度净亏损约 6.84 亿元，可以说是新规生效后立即由盈转亏。潮水退去时，总有人会被发现是在裸泳。当流量和资金的风潮不在时，大平台不一定能笑着活到最后，但小公司一定死得更快，尤其是那些之前风控不过关，靠客户借新还旧来掩盖坏账的网贷公司。大部分网贷公司都这么干啊，都是这么玩的，越这么玩利润越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啊，9号新规对行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硬科技要求。互联网时代这个行业所谓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链接技术和漏斗技术。创业者和资本圈津津乐道的是极致的产品体验，是如何获取流量，是数据漏斗如何筛选客户，是对用户的多维度数据采集。那时的风控终点站往往是暴力催收，而非精密的风控模型。但9号新规之后啊，一切都变了。新规对数据合规、风险模型有效性以及全流程风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加上 AI 技术的爆发，很可能会从根本上重塑互联网金融和消费金融行业的内核。所有不够硬科技的行业玩家都会被市场重新检视乃至干掉。例如，曾经头顶 AI 金融科技第一股光环上市的百融云创，2025年未经审核净利润预计仅为6650万元至7980万元，相较2024年末的 2.66 亿元，同比暴跌 75%。 公司对此解释为，一是因为 AI 领域投入大幅增加，但效果还没有显现；二是9号新规落地对公司的云收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你看看啊，只要一勒脖子，立马就翻白眼。某种程度上啊，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啊，这些网贷啊，都是钻监管的漏洞。当然了，首先你这个监管有漏洞让人家钻了。相比于这种硬着头皮讲 AI 赋能故事的玩家，更窘迫的还是讲了 AI 故事也改变不了商业模式的未上市玩家。例如马上消费金融，论业绩它稳居行业第3，仅次于蚂蚁消费金融和招联消金。论科技，它组建了
超2500人的技术团队，累计研发投入近40亿元。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头顶光环的头部机构 ，IPO 辅导之路却走了近5年，认为能破局，最终于近期撤回辅导备案。其中一大问题就是合规问题、暴力催收和捆绑收费。这些都是陷阱啊！这些什么网贷公司、互联网金融的屡试不爽的杀招，最后是暴力催收托底，各种捆绑收费，增加利润，让马上消费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即便马上消费拥有了业内顶尖的 AI 风控，暴力催收依旧是商业策略问题，捆绑收费也依旧是盈利模式问题，解决不了商业模式这种根本性问题。IPO 恐怕只能遥遥无期，因为只要销金公司设定的利润目标需要靠高利率或者是高息差来实现，那么公司能选择的客群依然是次优级刺激人群，获客成本、资金成本都很高，而且违约率一定不会更低。前端风控再高科技，公司本质上赚的还是刀尖舔血的钱。而且现在资本市场早已不是无脑追捧金融科技板块的时候了，网贷业务和网贷背景更多时候是减分项。例如地灵智能这家标榜企业级 AI 智能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公司，虽然是 AI 赛道里少有的不亏损的公司，但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其公司高管的背景，也就是你高管干过网贷。现在实际上啊，所有的科技公司里面，如果你要张网贷的，实际上大家的这个印象都是负面的，评价也是负面的。我想大家这个能理解吧？销金的赛道在金融科技公司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市场和投资者这几年已经切身体会过了。此时再看看地灵智能，仅有22人的研发团队和1000万元左右的研发投入，要怎么相信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 AI 科技公司呢？见识过真正意义上的硬科技到底有多硬？资本市场已经很难再为这些互联网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买单了。这就是奇虎啊，虎嗅 APP 它的一篇文章叫网贷公司遗老遗少大清洗。所以说到网贷公司，我们又要吐槽了，为什么美西方那么多硬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人家不是急吼吼的去玩这种贷款网贷业务，为什么咱们的这些所有的科技公司一有机会立马就玩网贷业务？有一个算一个。这里面首先是你的这个监管出问题，让这些所谓的科技公司对吧有机可乘。当他在这儿能那么容易的就能赚钱的时候，他哪有动力对吧去搞别的呢？在这儿放贷款，那利润就那个360以前他主营业务根本就不赚钱呢，总是赔钱。但是人家这个放高利贷就是赚钱，对吧？他后来好像切割了嘛，因为你张高利贷这个大家还是鄙视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怪现象，中国的所有的互联网公司稍微有点用户的稍微跟用户能搭上边儿的，都想着去放高利贷。一个公司这么干，你可以说他创始人他那个团队见钱眼开，想赚快钱；2个公司这么干，3个公司这么干，整个行业都这么干，那你还说是这几个人的问题就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的网贷公司这么发达，赚钱赚到手麻手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印证了我们的银行业是极其低效。银行业是个大宝贝，银行被国家保护的太好，银行是只能赚那种对吧躺着赚的钱，闭着眼睛赚钱的，稍微让他上一点这个技术含量的，让他他就不行。所以让这些网贷公司就是互联网公司有机可乘，给他们提供了空间。你看刚才说的同样一个大学生，你从银行去贷款就不方便，银行做不到吗？银行实际上能做到，银行的 APP 你去贷款也可以，银行现在也发这个什么信用卡也可以分期，实际上银行也在做，但是银行的就效率低下，你这个你不服是不行的。所以说一方面凸显咱们的银行业还有很高的提升空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银行不敢放开你金融业一放开，你这银行都得完蛋，你跟人家没法竞争。明明最后钱还是银行借的，那为什么中间出来这么多幺蛾子呢？还有这么多中介出来了呢？什么助贷公司？所以说这个金融业还很初级大家记得吧？我们以前介绍了这个湖南永雄集团呢，中国最大的催收公司，差一点就去纳斯达克上市了，结果这个公司现在都要破产了，最大的催收公司都要破产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它在萎缩，连干坏账的人都干不下去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国情呢，我们对牛马可以说是要求非常严，但是对这个经营的机构是相当纵容的，或者我们反过来理解就是这些金融机构他们更能抓住监管、行业政策、法律漏洞，而我们的
牛马呢很难，我们牛马都是被那个法律、被行业政策管得死死的，牛马没有办法找到漏洞。但是这个网贷公司平台这个经营方，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法律团队、法务团队啊，所以他们能找到这个漏洞，而这个漏洞啊对牛马就不友好。所以啊，我们的这个牛马消费者一旦在网贷公司欠了钱，你很难逃脱，对吧？又是给你上征信，又是失信，又是催收，又是各种，对吧？恐吓，这就是凸显啊这个法律啊，它事实上是倒向了平台公司、科技公司。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网贷平台，他们到印度去想捞钱，我们前一阵介绍过吧？大部分啊，在国内风生水起的网贷平台，也是受9号新规这个影响啊，他们要出海，想把这个互联网金融啊复制到印度去，结果在印度就折戟沉沙。为什么呢？那印度人就薅你羊毛，借了劲儿不还，你怎么着吧？他把国内那一套搬过去了啊，催收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但是啊，人家法律对牛马保护的很严格，你催收你就犯法了。你在国内那一套好使，但是到了印度那一套不好使，所以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啊都纷纷撤出印度啊，去印度给人家借钱那就是扶贫去了，人家真借完了真不还，你能怎么着吧？所以你这么一对比，你就发现你在国内你就牛马也是最惨的，牛马是真正的做贡献啊，你想占便宜太难。正因为这样的土壤是吧，这样的法律，这样的监管政策，你这个互联网金融公司网贷才异常发达，搞的那些什么科技公司啊，那些互联网公司啊，他也不搞网贷的话，他感觉对不起韭菜啊。最后我想说的是啊，这些网贷公司、互联网金融有没有必要呢？我认为它是有必要的啊，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但是我们是因为监管缺位、法律有漏洞等等的，还有这些人的这个叫暴富的思想，想赚快钱，加上这个消费者的虚荣心啊，一起催生了这个互联网金融，叫异常发达，最后像个毒瘤。我觉得互联网金融作为这个金融的一个补充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对它进行严厉的监管，它的收费要合理，它的合法守法。说来说去啊，最后还是因为我们呢跟美西方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你个人没办法破产，所以说你要借了钱你就到死都要还，这个反而啊相当于就叫养懒汉呢，把那个金融行业给养废了。那金融行业就是他不用，对吧？你反正借给你的钱你最终要还。如果说啊你个人可以破产的话，那银行给你借钱那肯定是得玩命的去做风险评估啊，你看你还得起还不起，因为你要还不起你到时候破产了还真不给，导致这些啊这什么互联网公司有恃无恐，它这个也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呢？就有的人呢他撸网贷撸的还不起了，失信了，对吧？那好，索性啊那就多撸一点，反正也是成老赖了，不正常了。所以他各个平台各个什么，你只要各个网贷公司啊，他按图索骥是吧，一个一个的撸，能撸1毛是1毛，反正他1毛钱不还呢，凭本事撸到的凭啥要还？这是不是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对吧？最后导致有的全村撸贷款，说1000道1万啊，归根结底还是在监管上面出问题了。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